俺哋眼中帶來嘅物品係乜嘅？誒，也就行呢，也就因為行 Q A 就跳起來。一個係乜嘅？俺呢也潛水哦用的這種保暖的這種頭套頭。套哦，誒，你也需要潛水？誒，俺有牌咩？有號咩？有靠咩？有靠。係啊。咁係乜嘅時節會用到愛潛水嘅時節？俺呢小房就潛水就會撈屍體啊。哦。佢當然去搞水啊，去研嘛去潛水啊，就唔驚呢。啊唔驚呢，俺呢就會出去潛嘅。哦。差唔多都會潛一禮拜有啊。潛一禮拜。一禮拜以後，樣做得間家屬工啊，潛唔到，樣做得熟啊。哦，所以不是俺哋想象都係睇嘅海平面風打撈，唔係愛。沒有，海平面風嘅嘛有。哦。但是海岸層冇潛水潛唔到啊。因為下巴可能會卡到嘛嘅，係咪？故所以下以潛。咁你嘛嘅印象深刻咩？也嘅我用到也頭套嘅經歷。哦，就嘅飛行機衝到幾樣查嘅擺咩？過去寒就蠻寒啊。唔講復興空難。係啊。哦，幾擺唔咩有？有去啊。哦。因為佢係個大嘅災難。38日死嘅咯，佢從38日死嘅咯。哇！咁人家下出嘅任務就係要去潛水。係啊。一開始係喺水幕，佢寒咩？就冇想起來，啊，聽到一個講啊，飛行機衝到差嘅，哪有可能咯？哦，遙控飛機未咯？哦，接到嘅人嘅任務講，誒飛行機衝到幾樣差，係啊，就會想到，當然啊，會想到係遙控飛機，哦。啊，衝到咩就明講啊，哦，要為起火。俺就全部人都做小風扇過去，啊真去都難講嗰片潛來潛去潛唔到啊！啊最尾愛貴嘅哦，人看到迄河巴地盤用一台飛行機咯，後來啊轉過嗰片去，啊全部攏做小風扇咩就冇辦法度啊！我就講啊，冇貴去，嗌貴去拿潛水裝備啊，拿三套來啊，冇好安尼冇法度做事啊。啊貴去就拿一條東西來咩？啊真蠻寒。